vegan 素食主义者，素食的，你看跟这个料理有关的。然后这个影片专辑是怎么来的？从这个频道 YouTube 频道社群贴文，把这个 vegan 关键字词前面加井字然后贴上，然后按发布，然后就有超连结，点按超连结，就可以找到这个有关素食料理的这个影片专辑那么多内容，vegetarian 的也这么多，你看介绍素食的，你看还有中文的标题的。刚刚 vegan 的主要都英文标题的 ，vegetarian 的可能有中文有英文的，你看内容就很多了